民众若是有需要地方政府到服务的代志哦，拢会当卡1999市民专线。为着要来分担市民专线的工课哦，高雄市政府自3月底有推出 AI 系统，也毋过实际上哦，伊提供的资料常常有错误，甚至有资讯安全的记录。就有民意代表就要求市府要赶紧修正。研究会是表示，目前是要在测试的阶段，6月底正式启用进程，因会来改进。想要知影徛街附近本所者清运的时间，民众透过市府 AI 智能服务问问题，系统煞无法度回答。这是今年3月底高雄市政府推行上新的市政咨询方式，不过问题未少。问他高雄市副市长是谁，他回答李四川；问他下礼拜高雄有什么活动，他回答已经结束的大港开唱。那如果民众在台风期间呢，去询问如何领取沙包，结果他提供外县市政府的电话的话，那当然会造成民众很大的困扰。为着疏解1999专线平均每个月7万通的服务量，市府伫3月底推行 AI 智能服务分线负担。不过新系统回答错误、资料过时、各风台、风灾的等等，拢无法度回答，甚至伫智能服务建议的问题内面，佫显示出其他使用者的名、电话等等资料，自然引起质疑。是不错啊，因为可以减少人力成本。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库不能回答问题的原因是，它可能里面资料还不够完整。我觉得他们可以再多加一点资讯进去给 AI。有设定不能讲出个资，可是他那个是因为是问的人的题目啊，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，这我们赶快来处理。新系统公开测试3个月，严科会希望会当赶紧解决错误，估计上紧6月底正式使用。同时嘛强调，正确率一定要通过，会继续要求系统商来改进。公司新闻李雪文、文昭冠高雄报道。